做我哋呢行食路定時就緊㗎啦，咁好多時仲係出街食添，高糖高鈉咧就無可避免㗎啦。咁早排咧去驗身，三高踩晒界啦，當堂唔敢再亂食嘢，咁但係發覺咧都係冇乜用，心口有時仲會翳住咁添。其實我哋有啲同事都會有類似咁嘅情況嘅。咁早排咧有同事就介紹咗我食呢隻 Ichiki 日本伊質水質素，食咗1個月左右啦，胸口翳悶嘅情況真係有改善到，甚至乎咧氣喘嘅情況都少咗，而家行路行快幾步都冇問題啊！呢款 Ichiki 天然水質素選用日本伊質天然水質素，有效專門針對心腦血管不暢同埋後遺問題。點解呢款 Ichiki 天然水質素咁有效呢？秘訣係有5大賣點。首先講下咩係水質素啦。根據各大中醫藥典記載啦，水質素係一種從水質體液中提取嘅多肽。水質素主要嘅成分係蛋白質，具有高效且特異性嘅抗凝血作用，能夠直接抑制凝血酶嘅功能嘅，阻止血液凝固。不過要留意翻，唔係隻水質都會吸血㗎，有啲淨係食浮游生物，通血效果咧就冇被證實過嘅，所以相信翻醫書有記載嘅品種會好啲，好似日本伊質就啱晒啦。而天然水質素係用低溫提取技術從活性水質中提取嘅多肽成分，所以唔好以為用晒成條水質或者係用水質缸而做成啦。另外加入3大通血成分納豆激酶、白藜蘆醇同埋37，效果通過科研測試證實天然水質素溶解凝固物嘅能力更加好。水質素嘅抗凝血活性單位叫做 ATU， 佢用嚟量度含量嘅。高 ATU 即係抗凝血能力更加強，但要留意翻啊，唔係個個都適合高 ATU 㗎。有研究指出 ，ATU 嘅安全使用範圍咧係 ATU 80到 ATU 120之內，所以日本伊質 ATU 110咧就再適合不過啦。加上係日本製造，通過日本 JFRL 同埋香港 STC 安全檢測，所以食用安全。Ichiki 天然水質素快速激活溶解系統，分解血管沉積廢物，修復受損血管壁，增加血管彈性同埋改善微循環，保持血管暢通，有效逆轉同埋預防心腦血管唔暢造成嘅健康風險。臨床試驗證實，日本伊質水質素能有效降低腦部風險高達86%啦，減少後遺得悉。作為保健用途，而家我每日都會食2粒，保持身體健康。每日睇多幾轉樓都冇問題啊！所以特別適合三高、術後同埋腦後遺人士都啱食㗎。輔助療程加快改善身體健康。有興趣嘅觀眾，而家萬寧做緊限時優惠啊！可以點擊資訊欄裏邊，仲有日本伊質水質素同埋 NMN 36000，合共減400蚊嘅萬寧現金券啊！